上真够早，欢迎收看今日1月28公司台记台在一起新闻，我是柯兴竹。先一开始，咱来关心桃园病院群聚感染已经连续3天，并无传出本土病例。为了要真正把本土病例压落来，疫情指挥中心是宣布讲，除非爱手术、爱签同意书，也是伫安宁病房，若无双北甲桃园对昨开始到2月初9，禁止民众去探病。针对预防下的部分，指挥官陈时中是表示讲，一切拢有照起工来进行。布流通病发生新冠肺炎以来感染事件了，指挥中心宣布调整医疗院所门禁，抑个人员管制措施。自昨晚一直到2月初9，北北桃地区所辖的病院停止开放探病。住院病人的陪病者依然是一位，也毋过有3种情形例外。病人实施手术、侵入性的治疗需由家属陪同，或基于法规需要家属签署同意书或文件。急诊、加护病房或安宁病房等特殊单位，病患病情恶化或医疗处置需要或长时间住院病患等情形。新冠疫情全世界新冠，真侪国家也已经开始做预防针，所以即马大家关心，南向国华买的新冠预防针是毋是当伫咧3月到货？指挥中心讲，目前依然是照相关的购买程序进行，也毋过国际上依然看袂到预防针的效果。以色列被就是打的比较多嘛以色列大概打到30几了嘛，40了嘛他打的比例算是非常的高。那不过我也观察他现在近7天的当然是还是它的发生数大概有47000多，因为他们的确诊数算比例也算高。到目前，布流通病群聚事件已经有15位人确诊。指挥中心讲，这边事件勉强算是超级传播事件，也毋过指标个案按838，并无算是超级传播者。838还没有到这个超级传播者的这个条件一般是1传10才会把它算作是超级传播者。指挥中心讲，国外的病群聚感染至少拢是40-50个人的群聚，所以指挥中心未用超级传播者形容这个个案。目前第1位感染的住院医生838，也个护理师839，2个人拢是轻症，也毋过因为因的身躯顶也个病毒量也无到解除隔离的条件，依然伫咧病治疗。记者综合报道。上新的消息，咱来关心桃园市长郑文灿早起召开记者会，说明桃园即阵的防疫措施。郑文灿是表示，全桃园市计共576个医护人员居家隔离，若准隔离结束，会分予因3万块的慰问金。有9个较近防卫着的医护人员会提悬到10万块。另外，即阵有4间厂商有关防疫物资予桃园病院，包括 N95 医疗用的喙安有1万外个，还有紫外线消毒机器人有3台，这是收到上新的消息。接下来关心交通部长林佳龙昨昏表示，已经有咧规划过年期间大众运输相关的防疫规定，原则上伫高铁、台铁、伫车顶袂使食物件，若高铁卖取消自由座。为咗人伫台北车站坐车进前，拢会买铁路便当早咧食。毋过最近国内新冠疫情滚价，春节连假阁要到位，大家拢关心台铁高铁是毋是加强防疫措施。交通部长林佳龙表示，已经研究春节所运期间相提禁止食物件。双铁它有时候乘坐时间比较长，那在有一些特殊需要的对象或者是像这个茶水在确保防疫安全的情况之下会有一些就是适度的弹性。交通部提出的方案是相提禁止食物件，毋过身体无舒适爱食药或者特殊状况除外。高铁是规划停卖自由座，只卖对号座，这类评估增加更较侪帮助影响。民众普遍认为防疫当前无法度食物件，忍耐者就好啊。如果因为疫情的考量的话，我觉得一时或者一点点的不方便，应该都还是可以忍受的啦。特殊的时期用特殊的就是比较特别的方法，这当然本来就是必要。不要严格的限制说绝对不可以，那大家自己就自治嘛。另外，指挥中心扩大列出居家隔离人员，代替正式一名路列车长接到隔离通知。该车长在某家医院有就诊。那该医院有确诊的个案，需要居家隔离。
代替表示，这列车长日期透早结束勤务了后，已经照规定骨架价值身体状况真好，强调已经遮暗伊的活动范围该接触过100多回，且帮助的同事会做自主健康管理，也对环境做全面的消毒。记者综合报道。其他消息来关心，新党的台北市议员潘怀宗涉嫌甲洗蛋的办公室主任斗空，用人头诈领助理费，金额上无有300万。树林地检署昨昏约谈了后，向法院申请羁押。不过法院是考虑讲，伊已经有承认啊，所以潘怀宗以200万交保，限制出境甲出海。你不要丢脸吗，议员？台北市议员潘怀宗向法官承认诈领助理费，讲愿意负责。而这项以200万交保候团离开树林地方法院，并且被限制出境出海。潘姓议员及其诚信办公室主任，在97年到109年间，先后以数名人头充作公费助理，诈领公费助理薪资后挪作私用那初估诈领金额约300万元。新党的台北市议员潘怀宗，唔但是政治人物，也是专精药学的教授。定定伫电视节目分享健康的知识，怎么被指控涉嫌用人头诈领公费助理的薪水？树林地检署立即发动搜查，扣下证据，并且约谈潘怀宗等7位被告、4位证人。被告7人都涉犯贪污治罪条例第5条第1项第2款利用职务上机会诈取财物罪及刑法214条伪造文书等罪嫌犯罪嫌疑重大。潘怀宗姓的办公室主任讲相信议员的清白。自始至终就相信我们议员，因为我们从头到尾都认为他是一个清廉的人，应该也不会为了这个，而且这数目那么少，不大可能。和外界公司做人头的表行员工不愿意加讲，同一天被心爱也个国民党一个新北市议员陈焕嘉，伊被指控涉嫌自102年开始，利用人头诈领助理的补助款，不法所得初步估计有100万。地检署依照同罪有串证之余，向法院声押禁见核准。过往也有一些政治人物有触犯这个所谓贪污或者诈领的部分，他可能还可以在选举可以当选。显然民众对于这个政治人物的操守道德的要求标准太低了，相对配套的监督的机制是不够。无论是立委或者是民代，已经就定了发生涉嫌诈领助理费，像前台北市议员董仲汉、自民党议员吴益政、民进党议员王淑慧、郭敏惠等人拢被涉案，其中有真侪人被判刑。要怎阻止佮发生这种诈领的情形？公道平定会将助理的名单资讯透明化是上好的方法。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天气，今仔日强烈冷气团会落南，北台湾温度会下降，而且愈晚会愈寒。咱来看温度。今日伫东北风的正方面，湘北市、基隆、宜兰、花莲甲台东有局部低降雨。按算这波冷空气明仔载会上强，中部以北低温干那7度。因为无啥水汽，所以干那宜兰的太平山有机会会落雪。若拜6的日时，冷空气就会结束，各地就会开始回温。不过日时暗时温差嘛是真大。另外，伫空气品质的部分，今仔日中部、马祖空气品质是柑仔色的提醒，粉嘉南、高雄、屏东拢是红色的警示。中南部的空气品质已经连续歹几若天啊！昨透早，高雄除了美浓以外，其他11个测站拢是红色的警示。而且伫昨昏，林园工业区的信昌化工佫发生气体外泄，嘛互环保局罚167万。将近1礼拜，高雄10个空品测站红色警示常常出现，而且规工除了美浓测站是柑仔色提醒，高雄11个测站拢是红海，甲屏东市小琉球、甲台南安南善化3测站 AQI 指数拢是红色警示。高雄市目前是属于一个东风及东风偏北的一个天气形态。那我们这个高雄市位在这个中央山脉的西南边，是属于背风面，所以产生了一个弱风尾流区的一个现象。那加上最近这个，因为在冬天跟春天交际的时候，早上会有一个薄雾现象，更让这个空气的一个扩散条件更形的这个严峻。整个空气品质就都很不好了。早上起来看到手机就显示就是
危险等级的啊。环保局表示，到这就月进前，空污状况拢是歹改善，环保署有报未来3天，高屏地区拢是红色警示。到伫这时阵，林园工业区的信昌化工阁发生涉漏意外，透早4点外，信昌化工全厂跳电紧急停车，差不多3吨的过氧化异丙苯涉漏地树周边的空气出现明显的塑胶味。环保局以违反空污防治法罚钱，佮因为列管毒化无挂车无伫30分钟内通报，总共罚167万5千块。记者综合报道。那印尼空气品质不好，是因为火山爆发。美拉比火山27喷发，30公里外拢听有火山爆发的声音。印尼官员是表示讲，上无已经喷30届啊，已经赶紧疏散民众离开。美拉比火山一直流出红滚滚、烧滚滚的熔岩，伊是印尼上活跃的火山之一，而且大规模喷发，火山灰、有水加悬粉的气体一直向天顶喷出来，熔岩顺着山坡流来。Di informasinya tadi terjadi awan panas dengan jarak luncur 2.500 meter ke arah Kali Kerasa dan Boyong. Respon kita lakukan adalah mengevakuasi warga. 这是东京自去年11月新冠火山危险顶级以来，美拉比火山上大一遍的喷发。目前美拉比火山危险顶级维持伫咧第2关，爆发了后。附近几落个村透早落雨，火山灰拢得着雨水落来。迄当阵火山爆发的声音，伫咧火山范围30公里外拢听会到。官员提前疏散伫咧火山5公里范围内的居民。Iya dihimbau untuk tadi kan titik kumpul pertama di SD Sanjaya Trite selalu dihimbau untuk bergerak pengungsian. 美拉比火山伫咧爪哇岛重要的文化城市日惹附近，海拔2968公尺，迄天至少喷发30遍。顶一遍的大规模喷发是2010年，迄当阵造成347人死亡。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辑。该乡亲做伙关心今仔日的早报重点，咱先来看中国时报。美国总统拜登日落签署一项备忘录，禁止联邦政府使用中国病毒这个名词，要避免牵涉种族歧视。来关心《苹果日报》，南投有一个姓陈的查甫人，去年10月份对香港入境台湾，依法要进行居家检疫，也毋过期间又离开徛家，互掠着，罚10万块。也毋过伊是背回讲，伊的朋友互欠小拖累着伊，害伊互讨小集团强压走，才会违规。调查了后，即马已经撤销罚单。来看《联合报》，前公务员听改委员会的委员长赵木钦，甲嘉禾党市长洪茂忠有无正常的往来，互弹劾，嘛牵出司法界一寡涉贪的官员、涉贪的法官见光。苏汉院今日下晡要召开人事审议委员会，决议要甲这涉案的法官全部拢送去，甲唔出院，嘛要决定讲敢要撤销6个法官一定的司法奖章，甲奖金讨回来。针对国内出现本土病例，病院的群聚感染，总统蔡英文昨午发表讲话，希望咱民众爱配合政府做伙防疫，若有遵守3大关键，安尼就当安心过年。要过年啊，防疫措施爱做较牢。第最近玻璃通病发生院内感染扩大距离，总统蔡英文伫咧民进党中常会进前发表谈话，请大家保持信心，相信专业。指挥中心匡列的居家隔离人数在5000人左右，那么社会的气氛就有一些紧张哦。但是我要告诉大家，防疫过程难免有一些起伏，请大家继续保持信心哦，相信专业，继续跟我们一起走下去。对抗疫情，蔡总统讲一定要继续把握3个重点：第一，配合指挥中心各项防疫指引。第二，部分中央地方共心面对疫情，中央一定会全力支援地方防疫。最后就是团结。桃医感染事件当中呢，社会上共同挺医护、挺桃园、挺第一线的防疫人员，就是我们台湾需要的团结意识。蔡总统讲，这3个关键的条件是台湾自2003年对抗SARS疫情惨痛的教训学到的经验。过去这1年，台湾展现韧性，一路挺过来。感谢大家做阵甲疫情收调，这么这个重要时刻，请大家继续防疫，甲疫情收调，就让安心过年。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来关心全世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疫情，也搁咧传。
即马伫全世界确定病例已经超过1亿例，死亡人数有217万人。来看最新的统计，咱台湾昨昏有新增加3例，目前是893例。中国的病例有8万9千例，香港已经超过1万例，日本是超过37万例。目前伫全世界疫情上严重的是美国、印度甲巴西。美国已经超过2600万例，印度超过1000万例，伫巴西是超过893万例。欧洲的国家法国超过316万例，英国是超过372万例。菲律宾目前确定病例已经超过51万例，是东南亚第2严重的国家。即马又传出现英国变种病毒的社区感染。菲律宾的政府原本是讲2月份开始，10岁至14岁囡仔会当取消居家禁令，会使出门啊。毋过即马佫改讲袂使啊，引起家长的不满。菲律宾的确诊人数目前伫东南亚国家排第2，要到52万，有超过1万人死亡。最近也共出现英国变种病毒形成的社区感染，在这位病人内面有3个是囡仔，互当局真紧张。防疫政策搁在紧缩。本来顶礼拜5宣布一寡疫情较降落的地区，10岁到14岁囡仔自2月当解除居家禁令，到8月政策搁变。10 years old to 14, ito medyo matanda na mahirap ito i-manage. But itong mga 10, 11, 12, pwede na yan sila sa TV. They can glue their attention sa TV the whole day. 拄到伫叫囡仔规工伫咧厝内看电视，家长真不满。有民众讲，菲律宾将到今年下半年向国外买有放射才会到，恐惊袂赴，疫情可能也会扩大。翕伫咧厝内无法度出去的青少年，可能对这个防疫泡泡演唱会有兴趣。美国老牌摇滚乐团烈焰红尘最近伫咧因的故乡奥克拉荷马州首创嘅防疫泡泡演唱会，甲表演者也有观众分别装入去塑胶做的大型太空球。一粒气球内面会当有3个人看表演，内面有喇叭、开关、一罐水、一条面棍加电风，也有写着我要放着我正热的牌仔。若看到一半想要去便所，就会挂水烟，由工作人员带你去。若是看到精彩的所在，想要拍无啊？拍一粒泡泡球的顶悬就会使。这种防疫泡泡演唱会表面上看起来确实当保持社交距离，不过敢真正有防疫效果？公卫专家讲，无有够的证据来证明。建议民众若是要参加这种活动，至少就要挂嘴烟。公司新闻詹慧敏编辑。疫情爆发了后，即马大约有20万个伫船顶做事的船员劳工，因为各国拢封锁，找无所在靠岸，全无法度落船。即马造成因伫船顶真大压力。即马是有组织发起联署，要替因求情。为生活用品到粮食以后，全球9成以上目标要透过转运流通。自从去年新冠病毒疫情造成全球旅游限制，货轮免亲像过去同款，伫各地港口自由换船权，受限签证甲房机终端者问题。船权也真歹为第三国落船回乡，被判长期留伫海上劳工有10万人，有厝袂当转去，有病袂当医，又有自杀案例增加，已经成做海上人道主义危机。为相关者供应链的无名影响，航运、马士基、壳牌、BP 甲淡水河谷者能源矿业公司、消费大厂联合利华、甲海上运输工会、甲世界经济论坛等300外企业甲组织，共同签署一份促进海员福利、甲资源交换海洋车宣言，呼吁所有国家将海上劳工看作是主要关键工作人员，欢迎顺专门的法规回国，优先做疫苗。各恢复船员替换协议。联署团体表示，船员身心健康关系全球供应链稳定，对疫情控制也非常重要。全球领袖爱先照顾解决因的问题。We have a mission as seafarers to keep the supply chains running. We have done our job. Now it's the job of the governments around the world to make crew changes possible so we can get home to our families after this very long time.
准员工作真辛苦，每礼拜工作7天，一摆轮班10到12点钟，单厝合约4到6个月，全球差不多160万准员伫国际贸易会轮顶员工作，每个月差不多有10万人轮替。不过疫情打乱交替制度，有不少人加点伫海上几个月。公司新闻是会中编译。中东国家黎巴嫩，因的政府长期咧借钱，加上去年首都贝鲁特港口大爆炸，经济真凄惨。最近佫因为疫情的关系，封锁无法度出门去趁钱，因的民众生活压力真大，上街头抗议。抗议的民众暗时集合在黎巴嫩的第二大城底里波里，夜排抗议，烧车辆，充满不满的情绪。军方是出动坦克车，而且向民众来发射手榴枪子，想要赶驱离，也摕到盾牌防卫，冲入民众内底，场面强要爆发。وين مع هالشعب هذا المسكين الجوعان الشعب عملوا مع الشعب يلي ما قدروا ياكلوا 1月14开始，黎巴嫩政府以医疗系统无度承担、无度收治病人为理由，实施为期11天、规工的宵禁，人民非必要不用离开徛街，就连去超市采买拢袂用的，也袂用出门工作，敢若像断了当地人的收入的来源。للناس اللي قاعده ببيوتها اليوم شوفير التاكسي اللي عم يطلع 20,000 في اليوم كيف فينا نقول له اقعد بالبيت اللي ما بيطلع حكي له لبنه وخبز لبيته اللي عنده عائله 其实早在疫情爆发之前，底里波里就已经是黎巴嫩上善车的城市之一，将近6成的人一天赚无1块美金，生活是真善车。在1975年结束15年内战，国家原本才要慢慢来恢复，无想到因为政府贪污，迄被恶性通货膨胀，造成食物挖苦进口的黎巴嫩民众长期拢食袂饱。2020年首都贝鲁特港口大爆炸事故，经济也未恢复，国家中央银行最近也建立洗钱的风波，甲新冠病毒比起来，百姓更加惊善车，种种因素互群众决定行上街路来抗议。耶路撒冷街路上拢是警民冲突，极端正统的犹太教徒敢若追随宗教领袖，歪听当局的指挥。疫情期间继续到教堂来祈祷，大规模举行婚礼甲葬礼。对以色列政府推出的防疫计划拢歪插，也歪插社交的距离，真做防疫破空。以色列1/3的确诊案例拢是来自正统的犹太教社区。而伫这波冲突之下，至少有10个人互警方抓起来。公司新闻王撇文编译。今日国际上也有啥物大代志，甲乡亲咱做伙来看世界。企业的财报不好，加上联准会警告美国的经济成长的脚步会放慢。美国股市大落，道琼指数落633点，这是这3个月以来表现上歹的。日本首相菅义伟今仔日甲美国总统拜登通电话会谈，双边是同意要强化双边的联盟。未来菅义伟迈去美国访问。被提名出任美国驻联合国的大使汤马斯·格林菲德，昨昏伫听证会顶头表态，讲伊会继续支持台湾抵抗中国。上新的消息来关心美国股市今仔日大落，咱台北股市今仔日开盘嘛受到拖累，一开盘是落181点，开盘无到1分钟是大落超过322点，目前也落200点左右，这是即阵台北股市的表现。来关心台北国际电玩展今仔日要开幕，展线要办4天。台北市卫生局是要求限制现场的人数，上侪袂使超过7000人。主办单位是表示，民众爱遵守防疫规定，而且伫内底袂使食物件。台北国际电玩展开展前一天，台北市卫生局到展馆查看，从排队的动线到展馆内面的规划，防疫措施拢爱做到潮。最近疫情有较严重，真侪活动拢取消，电玩展照常举行。惊讲会真侪防疫浪棒，卫生局真注意。原来这边的规划呢是有12000人，那这一次他们配合疫情，把它下修到8000人。好，那未来如果是这个疫情，好，如果有更一些的发展，那当然这个人数呢，或者是一些防疫的措施呢，好，都可以适时的来及时的做一些的调整。卫生局话者讲线就是发布信息，下修场馆人数到7000人，也要求业者爱严格做好防疫措施。对入场的民众也要进行人流管制。去年因为疫情影响，台北国际电玩展停办。今年第一遍以线顶配合实体展出，展位剩500个，中野档较远。整个的展馆，它是原本是可以设置900个展位，那因为疫情的关系，我们把它限缩到只使用500个展位，留出更大的腹地和空间，
方便保持这个社交的距离。面对疫情，主办单位坚持要办到底，强调会看情形启动配出出入管制，加强消毒。不过也是引起外界正注意，希望参加民众一定要遵守实名制、磅体温、挂水烟的防疫规范。除了28到30日4天的台北国际电玩展，2月初4到初8，还有一场台北国际动漫节。往年拢吸引50万人入场，也有人透明排队。今年严者会强制禁止暗时排队，希望会当照期举行。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长郭文铁伫面册顶头提出防疫 SOP， 伊讲若准短时间内台北市出现1000个确定病例，就会停班停课，甚至有可能要封城。严格行政院长苏贞昌认为，全国的标准爱统一。疫情指挥中心的指挥官陈时中嘛表示，这个标准应该是由中央来立，地方应该听中央的。报了桃园病院群组感染扩大，台北市府真紧张。台北市长郭文铁伫面册一直表示，防疫 SOP 去年10月就制定3阶段防疫措施，假使短时间内台北市出现1000例确诊，会采取大规模停班停课，引起关注。郭文铁日前阁表示，出现1000例就是爱封城。那个是最严重的情形啊！那个是计算我们医院的容量，就是说如果1000确诊例在医院的时候。那个大概就一定要封城了，因为那个会超过我们医院的处理容量。都惊引起惊吓，台北市府澄清，短期内台北市有1000人确诊，会先以停班停课，或者是伫厝内底工作为主，是不是封城也在研究。1000人数字也看疫情做调整，统一标准也无问题。对台北市先提出停班停课标准，行政长苏贞昌发声，希望全国公布。我们会依据各种状况，随时都会做出各种决定，希望全国同步，也希望不要有破口。桃园市表示，停班停课标准依照中央规范。新北市长侯友宜强调，疫情升悬规划，新北去年已经做区域封锁的类封城、兵棋推演甲实兵演练早都准备好啊。我们在去年一整年不断反复的做了好几次，所以其实新北市都已经准备好了。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也回应，台北市政府有思考管理原则，假使发生相关情形，就是中央地方互相协调，分工将代志做好。今麦指挥中心成立，照法规按依照指挥中心的指示。记者综合报道。在地上大条来关心，伫嘉义中部有一间诊所，为着要防疫，即马改伫门口靠看诊，这是引起争议。嘉义县的卫生局有去考抗，嘛表示讲这是违反医疗法的。另外，台南正式公布有36间病院，甲103间护理机关对昨开始停止探病。诊所门口放着看病用的倒椅，嘉义中部这间诊所烦恼诊所内底空气无流通，为着防疫，规气刷到户外来看病。主要是空气流通，大家病人也没有压力。安尼做了后，互网友翕来上传到面册社团，嘉义县卫生局接到报案了，也来查看考抗。虽然诊所是为了防疫，不过，互病人伫户外公开的场所来讲病情，恐惊对病人私密无保障。诊所也是想要做到一些分仓分流的一个概念，我们要去了解它的目的是要做筛检，还是直接在那里看诊。那如果是在那里看诊的话，我们会请他还是要顾虑到病人的隐私，要有所遮蔽。医师经过考抗了后，已经把倒椅搬登去诊所内底，不过因应疫情上升，唔那诊所真紧张。台南市36间的医疗院所加103间的护理之家，27开始禁止探病，一直到2月底。不过却是市长黄伟铁前一暗经由面册来宣布的。医师先去看个医哦。哦。因为有迄个时间性啦，因为阮嘛是尽量互逐个人都会当看一家己的时段啦。安尼是好啦，是讲咱甘啦，咱若咧过年咱食好康的，看咱的人都一些心肝的感觉。因应市府的政策，安用伊伫门口挂布条广告，停止来探病。家属到门口才知影讲袂用入去，而且若是接厝内底人登去过年，必须1个月了后才送回来，避免处理复杂，造成互相烧坏事件。安养院因为他们病患的抵抗力特别低，那这个行动的不方便，所以说为了避免安养，过去好几个地方，像日本也造成安养院的群聚，所以说我们这个部分我们是比较戒慎恐惧。
市长讲，病毒是袂等人的，禁止探病是甲指挥中心讨论了后决定，对着造成家属无方便，伊也感觉真失礼。不过也希望大家该用电话也是时时来探病，共同为防疫来做努力。记者综合报道。玉山国家公园塔塔加园区最近有发现台湾乌蠅，赶紧拜托屏东的科技大学去调查去做监测，嘛发现最近这3个月自动翕相机有翕到3只乌蠅，也毋过推测讲附近上无应该有6只。自动翕相机内底翕到蠅出现，翕仔囝甲2只蠅四界伫遐超找，敢有物件通食。有关处表示，今年12月份，伫咧南溪林道的红外线自动翕相机，分别翕到暗时有一只乌蠅伫找食，亦是有一只蠅公甲蠅母带蠅仔囝做伙出现，而且对其中一只来进行监测。根据相关数据甲卡热的证据，推测西部园区的塔塔加地带至少有6只蠅出现。母熊带小熊，这个是他们确定就是他们是一个家族这样。有关处表示，5年以来，西部园区发生要8件乌蠅侵扰山屋甲研究站的事件，像讲伫咧塔塔加地区、百分山庄甲山屋、拄登山口甲玉山沿线附近，拢有乌蠅出现的形状。有关处捌伫咧1998年到2000年之间进行台湾乌蠅的下放作业，推测玉山国家公园东部园区有140只左右，西部园区这几年有增加的趋势。因为过往的研究都在东部。最近这几年一直有熊在侵扰山屋跟翻垃圾桶的事件一直在发生，那我们想要知道说西北园区的这个熊的族群的分布状况。有关处指出，乌蠅搬徙的范围真宽，一天会当行30-40公里。西部园区出现的乌蠅是原本就有的族群，或者是季节迁徙。已经做3年期的研究，预计110年研究成果会出来。因为开放山林，山友去拄到台湾乌蠅的机会嘛增加。除了提醒大家面对乌蠅爱点点退后才来离开，嘛伫国家公园塔塔加地区内底提供友善环境的粪扫桶，希望减少野生动物进入人类活动区的事件，搁一届来发生。记者综合报道。地方放送头，咱来去南投。南投有一个王来乐团，已经成立7档啊，伫全台湾行透透。因上远是去到花莲台东，已经演出超过300场的公益表演。团员是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去世界关心老大人甲幼囡仔。各团团员以多元的表演方式和关怀纪念的老大人互动。这阵来自南投县的王来乐歌乐团。自整团7档以来，全台湾走透透，如今也已经完成超过300场的公益演出。然后我们有以募款方式的话，去到当地做伴手礼，在当地街头表演，因为我们都有街头艺人的证书，然后在当地街头募款的时候，把钱就给当地的需要的我们要去参观的单位。他陆陆续续的到我们的据点关怀我们的长辈，那给长辈带来非常多的欢笑与热情这样子。那所以所有长辈其实都对这些老师也非常的不陌生这样子。当初时，团长决心做善事，招朋友做伙来分杀葱，但是惊讲乐器造戏会差到厝边隔壁，大家拢选伫往来参与练习，所以学成了后，就创团号往来乐歌，世界去表演，不管伊路途遥远。希望老大人会得活得快乐，身体空间。表演做啥呢？因为真无简单，阮万登这个小所在有这个往来乐团。咧凤梨的凤梨的团来遮安尼表演阮遮大家社区的老大人看大家拢感觉足欢喜的。乐团有很多支队出去了，他们也是以公益为主。那因为公益的话，变成说他们真的是没钱请人家来帮忙，所以我们都会把我们的音响设备一样带齐全，他只要给我们时间、地点，这样就可以。乐团热情的表演，经靠团队专员有钱出钱，有力出力，齐心来完成。因希望有更较侪人加入，为全国的长辈、士大人服务，连接众人的爱，和社会会当愈来愈温暖。记者综合报道。台南关庙的新公社区，甲在地学生囡仔做伙举办活动，替时代传好食物，阁有精彩的表演，嘛是要伫过年进前，互老大人感受社会温暖。
看老大人伫台顶跳舞，算甲真欢喜。这是台南市关庙区新光社区的活动中心，这是和南大附中佮有中英大学的学生做伙举办的活动。这目前是一寡表演活动啦，这表演活动一寡长辈了，甲带一寡表演，佮学生嘛用一寡用的青春活力的一寡表演伫一个吼，大家咧规个内面咧算甲欢喜个。毋能表演，伫这寒冷的天气，当然爱食一寡好米来补充体力。两个学校的学生就用因本身的专业为长辈传好料，有米寿汤、素食啊，佮有兼顾健康的沙拉达。我们有将近100位的哈，还有长隆大学也来协助，长隆大学有大概10位同学来协助，我们一起来帮老人服务。那我们制作精美的菜肴，然后让老人可以一起享用。面对高龄化的社区发展协会除了政府协助以外，也邀请学校做伙举办各种活动，让老大人的生活更加丰富。咱偏乡这款高龄化的程度非常是严重啦非常是严重。所以咧，政府对这方面人非常的关心所以伫这个像咱遮有一寡长照据点啦我嘛是就是邀请这长照据点这长辈办这活动，邀请因来安尼，我相信因拢会足欢喜啦嘛讲有这个机会会当安出来ใน外面行搭。有青春的表演，佮有营养的好食物，现场的老大人和学生拢真快乐，也希望未来有愈来愈侪人关心高龄者的生活。记者综合报道。生活消息，咱来关心疫情热团，非洲猪仔嘛爱洗字。特别过年啊，行政院长苏贞昌就要求民众千万唔好寄任何猪肉片的物件，因为过去2冬外，咱台湾是收甲真严，嘛收甲真好，所以无互非洲猪仔拖到台湾，爱继续拍拼，袂使互有2000亿产值的咱台湾猪肉的产业受到影响。甲一件一件的国际报告藏起哩输送带，所来由检疫检批过了后，才佮用电工扫描来确认内底物件。因也存在网络购买高峰，行政院长苏贞昌再去视察台北邮件处理中心，来看非洲猪仔边境控管的措施。如果有收到，也不要自己处理，随便丢弃，应该要循 SOP 处理的管道。我们绝对不要让非洲猪瘟进入台湾，或者2年多来的好成绩，我们挤2000多亿的猪肉，这个产业就会受到冲击。根据防检局统计，109年查到动物检疫的批数比108年同期有降低趋势，不过查到的违规报告也是以肉类，包括加工产品是上侪，其中以猪肉占上大宗，是要加65.08%。苏贞昌表示，非洲猪仔均价和中国等等4科维亚10外的国家拢已经调节。台湾因为防疫做甲真好，已经保守2年多，但是过年的报告特别多，尤其是猪肉做的物件，腊肉、烟肠拢加入来邮包进入台湾，都可能甲猪仔带入来。所以一定爱全面预防。若是本土的新冠疫情清悬，台北市长郭文天讲，若是有1000例以上的本土确诊个案，台北市得启动大规模的停班停课。苏贞昌讲，希望全国一致，唔通有空胖。我们会依据各种状况，随时都会做出各种决定，希望全国同步，也希望不要有破口，希望大家一起加油。苏贞昌强调讲，台湾的防疫做甲真好，是因为会记得驾驶、肯定医护人员，大家爱甘心甘力，中央甲地方做伙拍拼。今仔日无伫桃园朋友状况，大家爱加油，保守桃园甲台湾，唔通发生过去的错误，嘛爱知影防疫是全国甘心甘力才会当做出来的成绩。记者综合报道。科技愈来愈进步，机械手骨已经渐渐用伫真侪所在。毋过，亲像是医疗，也是照护这方面，因为动作的要求爱较幼路、较准，所以设计困难度就较悬。清华大学即马有研究团队研发出一款机器人，会使模拟人的手骨的动作，望未来会当用伫医疗照护顶悬。机械手骨甲卫生纸抽出来，看起来真轻巧的动作，对机器人来讲。其实是真无简单，佮有即个准确甲管仔摕起来的动作，拢是靠先甲人的动作数位化，才通佮教机器人安怎做。做同样的动作，我们可以看一下，动一下，你看我们这边左边的手动起来，右边的透过我们机械外骨骼也动一样的动作。左手的地方是软性的手，右手的地方是比较硬式的手。然后这个机器人除了这个手之外呢，我们有个7轴的这个
机械手背，可以仿人任何的动作。机器人阁有追踪物件的功能，伫头前放3个乌色杯啊，甲球放入去其中一个，刷落来甲杯啊换位。机器人的头嘛对咧转动，向准目标，最后顺利找出放球的杯啊。我们的机器人里面呢，还有我们的 camera， 有深度的 camera， 可以很快速的追踪任何看到的物体。这样的话，我们的手就可以看到，我就可以抓得到。警方团队表示，疫情期间袂使利用机械手骨代替即卖的人工采检，若会使减轻医疗人员的负担，嘛佮加一份安全的保障。记者刘君豪新竹报道。神明是咱台湾真重要的信仰，有真侪庙已经变做古迹啊。伫国外修复古迹是一件真要紧的工课。咱台湾就有人专工去意大利学讲安那修复古迹，即马转来台湾修复古庙。下暗台湾新港界节目要带乡亲来看古迹修复师蔡顺任伊安那修复咱台湾古迹的庙宇。伊是蔡顺任，台湾真出名的艺术文物修复师傅。伊捌听教授讲过，伫欧洲修理画也是艺术品，是一门真专业的功夫。所以伊找真侪资料，伫做兵了后，就决定要去意大利。蔡顺任伫意大利用6-7年的时间摕到学位。2012年，伊决定要转来到台湾，嘛开始修理伊第一个古迹。伊当时就是。迄个舞蹈牌沙酱的头家娘刘董事长，伊就跟我约好一天去八旗间遐官邸厅遐看。我看完感觉讲，这间庙虽然讲无大，但是内面的这个物件看起来拢做有工做水安尼，所以讲我就甲极力推荐讲，这物件可能为门开始。修理庙的门神做甲真受到娱乐，所以刷来蔡顺任甲伊的团队用2年的时间，让这座庙保留伊原本的古味，会使继续延续伊的香火。中寮家庙通碗堂是国家3级古迹，嘛是来自福建萧安，说中寮客家人的重要精神甲信仰中心。因为争取到政府的补助来维护修补，嘛伫真特别的机缘，找到蔡顺任甲伊的团队。阮的主要的目标是做完章的物件，爱甲修理好。为当初决定要去意大利学艺术品的修复，后来转来到台湾参与庙的整修。蔡顺任的脚步嘛已经徛在咯，伊嘛想要来对家己成长的土地会使有一寡贡献，希望会使来改变一般人对古迹修复的观念。修复是一个足好的方法，会当互你家己找到你家己的定位。经过修复，就是当甲这块细节、这块讯息，会当重新的甲伊回溯回来安尼。修复就亲像是一段时间的旅行，会使互古迹艺术品佮庙师来继续延续因的生命。对蔡顺任来讲，这嘛是伊生活的态度。记者综合报道。今年台北国际册展现场的展览停办，未少参加单位本地已经传好势啊，不过即马是换去规模较细的所在来办。即像台湾文学馆即马嘛，甲本地要展览的活动带去台湾文学基地。台湾文学馆规划的台湾语言族群对话展览，原本要伫台北国际册展展出，即马刷来台湾文学基地。导览员阿文用5种语言小解台湾，正台湾的语言历史。生活中有一寡人甲人讲同款的话，某一寡人甲人讲的话无同款。除了静态展览，也有19场的讲座，有原住民语、客语、台语等等的主题，展现台湾族群共生的多元语言环境。另外，文学基地嘛免费提供场地予出版社，为一礼拜5开始举办读册无休困的活动。有历史，嘛有文学，嘛有囡仔册，嘛有翁仔册，嘛有杂志，内容是真正的丰富。总共有16间出版社会来参加，欢迎大家这个主办会当来遮，甲大家斗热闹。
台北国际册展因为疫情取消，但参加展览的出版社早就拢准备妥当，加在有真侪单位提供场地，已经规划好势内容，才谈好展出。这个台湾文学基地，它其实就主动的释出这个橄榄枝，那对于我们这些快要溺水的出版社们，其实都非常有帮助。然后还有很多大大小小的书店跟活动空间，其实都有提供出版社这些免费的活动的场地的使用，让出版社规划了活动之后，还是可以有一个基本的一个露出，不会损失太重这样。刘定光嘛讲，即便台北国际册展雄雄取消，参加的出版社拢袂负欢迎。目前虽然阁有讲座和线顶展览，不过已经取消的实体册展，线后要安怎处理？嘛，希望主办单位甲政府会当有相关配套的措施。记者杨淑晴、谢桂林台北报道。在镜头咱来讲话，咱来去泰国的曼谷，这个所在嘅靠山路过去有侪店头，有咧卖工艺品、卖艺术品、卖衫，甲一寡有特色的店面。有时阁会举办庆典，是世界上爱家己一个人佚佗的观光客，世界各国的这观光客正喜去的所在。因为人是可可，也毋过过去一冬受疫情影响，即马人空空、零零清清。街仔路冷清清，剩无几间店头搁咧营业。业者坐伫门骹口背手机仔做义娘。4年前才捌办好水节，苏当时闹这个光景，和即马实在天差地。短短400公尺的泰国 Khao San Road 过去的店头满满是有咧卖各种泰国特色的工艺品、书画和清茶等等，也无共国家有特色的食食。另外，因为好莱坞的名称列维纳多演的影戏《The Beach》捌伫遮翕，所以人拢讲这是真适合派一卡行李就来旅游的好所在。不过疫情拖开了后，过去的光景消失去，互袂少店頭归期暫停營業。ถนนเส้นนี้บอกเลยว่าถนนเส้นนี้ไม่เคยหลับหากินได้ทั้งกลางวันกลางคืนแล้วก็มีต่างชาติเข้ามาเยอะมากคนไทยก็ส่วนหนึ่งก็มาพอหลังจากโรคระบาดมาทุกอย่างหายหมดเลยต่างชาติไม่มีคนไทยก็แทบจะไม่มาเลย虽然政府有开2億美金買2600萬棟的疫苗，上緊也等到今年年中才通予民眾來做。I think the best that we can get for this year, 2021, maybe 10 millions. Okay, so you have to wait another 2 more years to make the tourism come back as normal. 政府也為着防疫，對2020年3月份開始進入緊急狀態，採取鎖國的措施。So I would say people responded to it very well, as best as they could. But on the state side, the response of it, the packages that were given, everything was too late, too little, too delayed. 專家也評估講，若要讓泰國的經濟倒轉去疫情進前的水準，上無要等到2022年的年底才有機會實現。公司新聞陳時東編譯。受疫情影響，有的餐廳無生意愛收起來，無就是愛改做早早的，也是外送的服務。雖然疫情對餐廳影響真大，也毋過一年一擺法國米其林的頒獎也是照常舉行。今年頭一擺有全數的餐廳摕到1粒星，另外11摕到3粒星的是一間法國馬賽的餐廳，總鋪是進前拍職業籃球球員。法國米其林指南頒獎典禮今年伫咧埃菲爾鐵塔頂懸的餐廳舉行，用 FB 加 YouTube 直播公布入選餐廳加總鋪賽。法國首現史上第一間米其林純素餐廳，這間歐娜餐廳佇法國西南部的艾瑞斯鎮，2016年開始開店，攏是使用非動物性食材。餐廳資金的來源是靠民眾的捐款，也個綠色銀行的貸款，堅持對環境友善的理念，也得到米其林綠色標誌。這個標誌是為了要鼓勵各家嘅餐廳走向永續保護環境。今年唯一新上榜的3間餐廳是喺馬賽 AM 餐廳，總鋪賽是前職業籃球選手。Grâce à vous et aussi grâce à tous les inspecteurs aujourd'hui que je peux vous dire que je suis fier de vous dire que je suis un cuisinier. Merci beaucoup. Merci à vous. 法國嘅餐廳伫咧舊年有6個月無營業，對想要提醒嘅餐廳是正大嘅挑戰，因為餐廳無開門營業，真濟人就轉向外送，或者是改用其他食材調整菜單，降低成本。這間米其林餐廳以日本式開放式廚房正特別，以前生意攏正好，不過因為疫情經營也拄到困難。
即卖收入拢是靠私人暗宴的订单。Je pense que si le Michelin permet cette année d'aider la gastronomie française et des chefs qui sont en grande difficulté, parce que notre métier est en grande difficulté, voilà, et d'amener un coup de projecteur aussi sur notre métier, je pense que oui. Oui, je pense que le fait est que de toute façon, toute la médiatisation de notre métier est une bonne chose. 法国嘅餐厅伫咧过去一年营业时间拢缩短，不过米其林评审员依然百度困难完成评鉴工作。摕到钱嘅餐厅拢希望疫情会当赶紧结束。互人客最暗摕来，伫咧室内安心用餐。公司新闻王碧文编辑。在镜头是要来外太空，即阵小型卫星大量出现，太空产业冇出现变化。在小型也是微型的卫星，在地球的轨道上，地处太空对地球的观测，更较即时，更较全面，嘛大大改善咱人通信甲生活。天顶的波音747放一台火箭。火箭点到引力就冲向大气层外口的太空，这毋是伫咧做武器测试，是威电集团第二遍试射发射去1号火箭，也是威电集团所属的威电轨道公司第一遍成功运送小型卫星进入地球轨道。当地时间1月17上太空的10粒小卫星，分别来自美国太空总署 NASA 等学术家政府机构。一般功能较复杂的大型卫星，重量拢伫咧1吨以上；小可较细粒的中型卫星，也拢伫咧500到1000公斤之间。若是要大量部署伫咧地球轨道，就要靠重量500公斤以下的小型卫星，甚至是100公斤以下的微型或者是纳米卫星。Because small satellite is the only technology we afford to launch in mass to space. So we have a lot of more sensors nowadays coming, a lot of more methods, more parameters to measure, and we really start to understand how Earth is functioning, and we are able to take also measures if something goes wrong, like climate change. 除了观测地球甲太空，小型卫星伫咧通信甲科技教育，也当发挥重要的功能。Small satellites provide affordable, very quick platform for developing technologies and applying practices which are more common in software engineering, for example. So the developing pace is much more quicker nowadays. 因为研发甲使用小型卫星的成本较少，运用范围正宽，看准这个市场有正侪资金投入。The small satellites can provide a platform with a lower investment level and lower start investments. So there is many more possible application areas which are also commercially viable. And that's why we see a lot of startup companies who are producing their own satellites and starting their own services with these satellites. 像这几年自电动车进入太空领域的 SpaceX， 因为传统网络产业的生态，拢和 FB、Twitter。或者是 Microsoft、亚马逊等老牌 IT 企业霸条的，所以计划就着在火箭的基础大量发射通信卫星上太空，未来将会建立以太空做基地的网络架构。公司新闻徐嘉玲编辑。天气报道在要提醒乡亲，今仔日强烈冷气团会落南，北台湾愈晚愈寒，明仔会是上寒的。中部以北气温干那7度尔尔。若拜六的日时，冷空气会减弱，各地温度就会豆豆回升。再回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低13度，上悬19度。中部的温度上低13度，上悬22度。南部的温度上低16度，上悬27度。东部的温度上低16度，上悬23度。外岛的温度是10度到19度。咱来关心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的公视台语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掌声顺心，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会。